台湾话上面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。顶面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一上面，释义二上司上级，释义一上面例物件放顶面就好啊？东西放在上面就好了。释义二上司上级，例顶面有交代，叫咱着爱好好啊处理这件代志。上级有交代，叫我们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